台湾冬季游行起鼓，今年估算有13万人参加。因为正是昨晚有工作人员表态反对跨性别者免做手术就改换性别，现场就有人咧抗议。若主办单位是搁再回事咧。 新版的进步骄傲桥伫台北市政府前的空场内升起来，来自台湾各地甲世界各国游客，拢来到彩虹市集，也有准备台头前。2025台湾冬季游行无受到天气的影响，热烈登场。来自美国学生，先生是台湾人，这是伊第15摆参加。 Society here is amazing, and I think every year it just keeps getting better.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tending the gay parade in Taiwan, and it's so nice because there's a country that's fighting for our rights. 就跟一般的游行差不多，对，有男生比较多啦。其实女同有我自己都有发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嘛。 游行队伍下晡2点半出发，以南北2路线进行，有26台火车伫轨道上沿路围剿民众来赞声。前总统蔡英文3点半时带伊的狗仔乐乐甲王乃妹，伫敦化南路向游行队伍来致意。主办单位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讲，今年以超连结跨越标签、理解差异为主题。 不过，当这个协会理事长致辞时，有跨性别的人为进前协会某工作人员讲反对跨性别者免术换证这个代志，无得到完全的尊重，结果伫大卡抗议。我在这边也要代表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在这边跟每一个人道歉，因为我们让一部分的朋友感觉到了被排除和忽略，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 协会为此搁再核实咧，也讲正出现一寡加少支持同志权益，却是分化成多样社群。各个性别团体，这拢毋是主办单位，希望大家用当面行上轨路，且保持冷静，并且互真正连结，伫互相的差异之中来理解每一个人的无同。记者综合报道。